人家原配都回来了，也不知道是谁赖在这儿不走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不就是第三者插足吗？唉，你说这到了古代，某些人也还是个做第三者的命哎。这人呐就得要脸，不能做了那啥，还得立牌坊，对吧？哎，孔双双，我是不想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抖出来。你那些烂事儿比老太太的裹脚布还要烂还要臭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把我逼急了，我把你的事儿全抖出来，臭掉整条大街。行，你等着，我让你煮熟的鸭子嘴硬。我听说慕容家那个逆子慕容依允在你府上。正是。你为何不将他交予刑部处理？儿臣怀疑慕容家一事乃是被人陷害，儿臣正在彻查。更何况这依允与儿臣也有婚约在先。你那女子的婚约早就作废，在儿臣这里不曾作废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儿臣只是不想再一次对不起她。难道要立她为太子妃吗？你的那个隐青楼呢？你又将作何打算呢？好了，慕容家的事你就无需再查。至于那个慕容依允呢，容母后给他找一个好人家，好好照顾便是。母后所说的好人家，难道就是那西郊的荒村野宅吗？你这话是何意？母后不让儿臣彻查慕容家一事，难道是其中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大胆！你竟然敢怀疑母后栽赃慕容家？儿臣不敢。母后稍安勿躁，待儿臣详查清楚，自会水落石出。儿臣先行告退。你看，妻儿近日监国，处理政事不周，众大臣都纷纷上书谈及他的不是。他为这儿女情长之事，竟纠缠不清，还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慕容家反叛一事的旧案上。臣妾也没有想到，妻儿她竟然会这么做。我听说，辰儿最近在家闭门思过，低调行事，散尽家财，赈济灾民。我想，他的确反思了不少。有这种事啊？皇上，我不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日在朝中也可助妻儿一臂之力呀。皇后说的也不无道理啊。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即日起，恢复二皇子凌晨王之封号，进御书房协同太子处理朝政，钦此。你是谁？是不是老三派你来杀我的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王爷莫慌，我若是想杀你，在你晕的时候就动手了，何必要等到现在呢？王爷不觉得最近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，心想事成吗？难道王爷不曾想过这暗中是否有人帮助你吗？难道那个人是你？慕容依允的出现，在时间上，王爷想过没有？为何恰到好处？你为何要与三弟对抗？我与谢延琪之间的事情，王爷还是不要多问了。你只要记住，你我协作，定当助你登上皇位。好，真是天助我也。那以你看来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王爷莫急，有什么消息我自然会通知你。双儿一直在听命于我，为我办事，还请王爷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放过他一条生路。双儿是你的人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就从你第一次见到他开始。此人究竟有何目的？竟然算计到此，本王需对他多些提防。本王饶他一命便是。那在下先行谢过了，告辞。竟敢将本王玩弄于股掌，本王定让你付出代价。